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妹仔阿优。我正前当开始做公司的节目《无事坐把事》的主持人的时阵，因为迄是外景节目，有时嘛会去拜访一寡有特色的店，也是去食好料的。迄阵我才发现上困难的代志就是食物件爱形容后韵，互观众朋友知影后韵就是口感的意思。原来要形容食米的滋味，有影无简单呢。其实啊，台语内底有真侪形容词，故事的形式是 ABB， 就是后壁两字是同款的，像讲软哥哥、定扣扣、乌妈妈、红记记等等，真正有足侪。今日这集咱就要来分享10个味觉的形容词，拢是 ABB 这款形式的哦。头一个是酸溜溜，就是真正足酸的，像讲这粒柠檬酸溜溜，来淋一寡蜜，较袂遐酸。不过这个词嘛有人讲酸溜溜。第二个是酸蓝蓝，是形容酸内底阁有淡薄仔甜甜，像讲这往来无啥着时，食到酸蓝蓝，也是酸蓝，这个较实用，互大家参考哦。第三个是甜蜜蜜，就是足甜的意思，甚至是伤甜。像讲这碗串冰南加呢甜蜜蜜，伤甜啊！这个词嘛有人讲甜蜜蜜。第四个是苦答答，就是足苦的。这个词一讲出来，我的嘴就感觉有迄苦味走出来啊！像讲苦瓜虽然苦答答，不过听讲会降火气。再来第5个词是苦底底，嘛是足苦的意思。像咱若是破病的时阵爱食药仔嘛，有的药仔食到安尼苦底底，不过为着想要较紧好起来，嘛是爱乖乖啊食。这个词嘛有人讲苦底底。第6个词是咸记记，就是足咸的。像讲有的番仔姜，细粒子猛细粒子，食到咸记记，真正是咸到要死啦。足咸还有另外一个形容词，会使讲咸辣辣，像讲。这碗汤咸辣辣，互我食到规身躯干。拄食酸的、甜的、苦的、咸的，拢有讲到。若是要形容咸，咱会使讲咸笃笃，像讲拄开始家己煮食的时阵啊，定唔知影迄盐爱淋偌济，有时会互念讲哦。这碗菜汤安尼咸笃笃，哦，你是拍死袂盐的哟！这个词嘛有人讲咸笃笃。再来，若是倒饼变做无够咸、无滋无味，你会安怎讲呢？咱会当讲正够够，像讲这片菜正够够，敢是袂记掺盐啊？落尾第10个词是涩寡寡，就是讲物件食到足涩的，像讲有时阵迄金蕉还袂黄，就摕来食，食到涩寡寡，哦。会食袂落，想要吐呢。顶悬就是今仔日要讲的10个形容滋味的形容词，唔知恁听过倒几个？也是讲恁兜若有其他的讲法，嘛欢迎伫下骹留话哦。恁若有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持赞、分享兼抖内，是下骹的超级感谢，就会当支持我做搁较侪影片哦。安尼咱这集就先讲到这，后摆再会，拜拜。